大家好，我係 Project Umbrella 嘅 Brian。呢一兩年嚟咧，我喺 channel 上面分享咗唔少關於入行嘅資訊。我發現喺市場上面可以了解保險業全貌嘅途徑其實唔係好多，亦都未必準確啊！即將踏入2026年，所以呢一條片我會以科普嘅形式去比較中立咁揭開呢一個行業嘅面貌。等想加入保險業，又或者目前正喺度了解緊保險業，甚至乎係保險零概念嘅朋友咧，可以有更深入嘅了解。保險係一個充滿挑戰性，同時亦都充滿機會嘅行業。我哋一齊嚟睇下2025年嘅數據。單單喺2025年嘅上半年，全港嘅新單總保費已經達到1737.4億嘅港元，相比起2024年係同比激增咗50.5% 咁多啊！而保單數目亦都有59.2萬張左右，同比係提升咗15%。呢一個數據反映出無論係香港定係內地，保險嘅需求都有被激活，大家亦都喺度開發緊呢一個正在甦醒嘅市場。保險究竟係啲乜嘢呢？簡單科普一下，保險有好多個種類。目前市場比較常賣嘅保險產品有醫保、危疾、人壽同埋儲蓄。醫保就係當病人生病嘅時候，可以轉嫁過千萬嘅醫療費用，由保險公司幫佢承擔同支付。危疾就係當呢一個病人患上嚴重大病嘅時候，可以馬上得到一筆嘅現金，解決迫在眉睫嘅經濟家庭壓力。人壽就係當呢一位投保人身故嘅時候，受益人可以馬上得到一筆身故賠償金，去繼承投保人生前嘅心意。而第四樣就係儲蓄保險，根據家庭對於未來嘅需求去設立一個投資計劃，將來客戶去到指定年份嘅時候，就可以隨時拎翻呢一啲回報出嚟，解決當下嘅財務需要。保險產品咧進化咗唔少啊，從單純嘅人壽保險去到今時今日五花八門嘅保險產品，包括自願醫保啊、危疾、儲蓄保險等等。分別就係在於以往嘅保險其實係其他人得益，例如人壽保險買完之後得益嘅係自己嘅下一代。今時今日保險除咗係俾其他人之外，亦都可以買俾自己啊，甚至乎可以買俾一代又一代添。所以保險同保障嘅認受性已經係由一個家庭去到一個家族。社會係會進步，保險產品同服務都一樣會進步啊！如果你聽到身邊仲有人話係保險係呃人，又或者保險冇用嘅話，你就知道佢可能身邊咧就冇人同佢 update 過保險嘅資訊啦。作為一個保險顧問，我哋實際上係做緊啲乜嘢呢？如果你仲話我哋係收保險咯，係大錯特錯。與其話係銷售，不如話我哋係 pitch 緊呢一份嘅保險。呢一個事業嘅核心就係根據客戶嘅經濟能力同埋佢對於未來理財嘅需要，去為客戶解決財務嘅風險，並且提供合適嘅保險工具。其實 pitching 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技能，甚至乎一個揾天使投資嘅創業家，佢哋都需要嘅一個專業技能。所以，身為一個顧問，我哋係一個專業嘅事業，除咗要了解保險產品，更加要了解客戶嘅需求，按照佢哋嘅需求提供合適嘅理財產品。要喺呢一行成功咧，就一定要明白呢個行業嘅本質就係創業。而創業要成功，最少要有3件事。第一就係要相信自己嘅事業，對於自己嘅事業有足夠嘅理解，相信自己擁有解決問題嘅能力。第二就係人脈，為你信任嘅人解決相關嘅問題。無論係熟悉你嘅人，定係線上想了解嘅人，佢哋都會成為你嘅人脈。最後結合1同2，你揾到自己正確嘅發展方向之後，第3點就係堅持啦。咁呢個行業又有啲咩事業發展路向呢？有2個方法，第一就係成為理財顧問，第二就係更加長遠，成為一個團隊嘅經理，就好似你開一間咖啡店，又或者你開一個咖啡品牌嘅連鎖店一樣。一間咖啡店，你可以努力去沖好杯咖啡，做好咖啡，吸納一班中意飲你咖啡嘅人。如果你要開一個連鎖店，你要揾志同道合、相信你咖啡品牌理念嘅人一齊去開呢一間連鎖店。顧問同理財經理亦都係一樣，顧問就係將銷售作為主要業務，透過銷售保險產品成為你嘅主要賺錢方法，而理財顧問就係透過揾志同道合嘅人一齊去發展呢一盤理財嘅事業。如果你中意自由自在，前者就相當之適合你啦。但如果你係中意一班人一齊合作去發展事業呢，咁後者就可能會更加適合你啦。無論你係邊一個性格都好啦，最緊要就係當你決定咗要加入保險業，下一步就係要揀一間合適嘅保險公司、合適嘅團隊、眼緣嘅經理啦。咁我哋 Project Umbrella 又係點樣嘅呢？Project Umbrella 所隸屬嘅保險公司咧，
係一間超過咗2000多年歷史嘅法國保險公司，世界排名亦都係名列前茅，投資嘅實力亦都相當之紮實。所以我哋公司嘅產品好多元化，可以領先市場。例如我哋一隻最近1-2個月左右出嘅一隻儲蓄計劃咧，就有一個類信託功能，亦都係全香港保險公司嘅產品上面最完善嘅一隻類信託功能儲蓄產品。一間公司嘅實力強勁，對於保險新人最直接嘅得益係乜嘢呢？就係得到一份保險業入面性價比最高、津貼最多、責任最低嘅新人津貼計劃啦。新人津貼計劃係希望借助保險公司本身嘅資源，去協助全新嘅保險顧問全力投入呢一個行業，得到嘅呢一筆創業津貼就可以投資落去自己嘅事業，令到早期發展可以更加暢順。咩人可以拎到呢一筆新人嘅津貼呢？第一就係只要你從來都未加入過任何保險公司去做保險銷售啦。第二就係如果你係香港永久居民咧，你只要未滿35歲，同時亦都有大專或以上嘅資歷咧，就可以申請啦。即使你過咗35歲，只要你喺45歲樓下而年收入超過30萬，亦都可以申請呢一個新人津貼。如果你係國內嘅朋友，你就必須要有可以俾你喺香港工作嘅簽證，例如高才啦，例如 IANG， 無論係申請人同受養人都可以，甚至乎係一啲準備拎 IANG 喺香港嘅大學讀緊 Master 研究生嘅同學仔都可以申請。點解我話我哋公司嘅新人津貼計劃係性價比最高呢？其中一點就係新人喺我哋嘅公司容錯率係最高嘅，即使做唔到任何業績，又或者業績未如理想，公司係唔會主動要求你離職嘅。即使係離職都好，亦都唔會主動要求呢一位離職嘅新人償還津貼金，除非你喺離職之後1年裏面加入咗其他保險公司，喺其他保險公司上牌，咁樣咧就要你償還呢一筆津貼金啦。而喺香港4大保險公司當中咧，亦都係只有我哋公司係擁有呢一個條款保障啫。介紹完保險公司，咁我哋 Project Umbrella 呢一條團隊咧，我作為 Project Umbrella 嘅創辦人之一，我哋嘅團隊理念就係希望將自己嘅專業可以改革保險業。團隊嘅專業人士咧，其實相當之多，有前律師啦，有前會計師啦，亦都有退休 CEO 等等。最重要係我哋團隊係唔玩辦公室政治，大家各自為自己嘅事業負責任，去發展屬於自己嘅事業，同時亦都只係存在良性嘅競爭，間唔中仲會一齊開開心心去玩添。就好似最近我哋一齊就去咗巴厘島旅行啦。團隊嘅業務亦都涵蓋中港兩地，所以無論你嘅業務係喺香港定係喺大陸，我哋都可以配合到協助你去發展呢一個業務。團隊嘅規模亦都發展得相當之迅速，單係我哋 Project Umbrella 團隊咧就已經去到有70人咁多啦。最後一點啊，我作為團隊經理之一，希望喺呢一度邀請對自己事業有憧憬嘅新人去加入我哋。冇人可以保證呢一個事業可以令到你成功，但係起碼有人可以同你一齊打咗一個好嘅平台，協助你跳得更遠。我哋喺呢個團隊入面並唔會出數，因為創業嘅人都應該要為自己負責任，為自己去制定一個成功嘅目標，然後持之以恆。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一度啦，唔知你呢一刻又點睇呢一個保險業呢？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一度啦。如果你對於呢個行業有興趣，目前亦都物色緊一個你想加嘅團隊，歡迎你去揾我 Brian 嚟同你傾下，了解更多。下一集再見。